汕頭嘅網紅店我已經幫你哋試過啦，邊間值得你回頭，邊一間連試都唔使試，今集話俾你知。睇到片尾有晒所有汕頭值得推介嘅餐廳資料，或者留言222 send 資料俾你睇。汕頭必食嘅小食，綠豆餅一定佔一席位。呢一間新派嘅綠豆餅有好多唔同嘅味道，外皮好鬆化，而且唔會太甜，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，2蚊一個，想食幾多買幾多。呢種流動攤檔嘅蠔蛋燒，一咬落去多汁蛋香，再加埋啲辣粉，好美味，15蚊6個，CP 值超高。沙茶炸雞亦都係汕頭美食之一，外脆內軟，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必晒出嚟。不過我就略嫌佢啲沙茶味唔夠濃啦，有時候大排長龍嘅網紅店都唔一定啱你口味。呢一間嘅大碗冰同埋黑芝麻燉奶，我個人覺得黑芝麻好味，但係啲奶就老得滯啦，食一次就夠啦。嚟汕頭值得回頭再食多幾次嘅，一定係呢一間山煙，特別係呢隻紅魔蝦，爆膏多汁，啲肉仲好爽甜。雖然係貴咗啲，但係值得一試。山煙嘅生蠔都有好多款，不過食完呢隻又肥又大嘅魚生生蠔之後，其他細生蠔都比下去，不如留翻啲空間俾三文魚，絕對打破你食日本刺身嘅味道。少少辣辣地刺激你嘅味蕾，會令你食唔停。嚟到汕頭唔好忘記試下呢度嘅平民美食，呢間係潮汕名列前茅嘅漢堡包店，超足料超厚實，夠膽你嚟試下挑戰，一啖咬晒成個漢堡包。我就唔得啦，你自己嚟試下啦。小食嘅紅葱頭雞翼蒜香好濃郁，點埋啲泰式辣醬呢，好美味。仲有呢一間咖啡店，純粹係食裝修，我已經幫大家試咗，唔使撞南牆啦。汕頭仲有更多必食嘅美食嘅，留言222 send 資料俾你睇。